Hello，咖啡神探學院歡迎大家嚇。今日係第一講功夫濃縮咖啡製作。首先咧，我哋做一個 espresso 咧又要深度烘焙咖啡豆啦，幼燃爐嘅。咁一般係18 gram 至到22 gram 不等都有嘅。我哋要平均地壓啲粉落去，沖泡時間咧係20至30秒。咁攝取嚟嘅嗰個咖啡液咧係60嘅 ml 嘅份量，咁我哋再加50 gram 嘅白糖，倒落去，用個噴嘴打勻佢，個溫度去到60度就 OK 啦。再打成漿，再做一個黑眼咖啡，160 ml 至到180 ml 不等。咁我哋再將呢個咧功夫濃縮咖啡漿倒落面頭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咁一般係5克至到20克都 OK 嘅，視乎自己中意嗰個甜度而定。